他反而看起来最离神最远，被神找到之后，他可以跟很多人做见证，这个是生命的故事。所以我们不要想我很美好，我一定要用美好才能够跟人分享，但是不晓得我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可以去为主见证。好，第一个原则就是你得到了，你就要分享，要给才有给你们的。你都不爱互人，就无物件互你啊。你2千要较趁2千，爱去分享。你1千，你补1空来伫涂骹，拍算，只为了自己，那连他所有的都，而且要给那个5000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比较一个是敬拜中心在过节的时候，然后他来找耶稣；一个是半夜，一个是泡牛奶，一个是论重生，一个是论生命的活水，一个是他主动，他主动来找耶稣；一个是偶然的机会，上帝的时机，耶稣特意去安排。一个在讨论风对倒位来，神学的圣灵，可能嘛，这个女啊，一个是干那水，来讲水，较要倒位敬拜。一个是他来主动，一个是耶稣主动，所以福音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主动出击，那个美兰姐范例就是福音出击，有没有？去中间就是发50个，发10个也没关系，发1个也没关系，但是就是有机会。你1个都没发，你刚你水画点旗，就是没有机会，你只能跟电视传福音，跟韩剧传福音。他去发了1个，你会看出他有兴趣，他在那边看一下，然后打量你一下，你就可以再跟他进一步。好，再来种族，撒玛利亚跟犹太人，身份地位，这个是很高的，70个公会里面的议员，6000个法利赛人，将近1万个万中选，也不选22个法利赛人，我讲到有讲，这个是5个丈夫，婚姻失败，男生女生在过去也是很大的差别。那他是主动客气，他一开始是不太客气，或者是不晓得耶稣是谁，到后面就说那位传说中的基督弥赛亚，我遇见他了，为耶稣跟他的撒玛利亚村庄的人做见证，他们起来。他其实是来说这个，他们是一直对话，6次的对话，他这个是3次，然后耶稣到后面还骂他，你做以色列的拉比，这些事都不知道吗？雅各书说，做老师的要分小心，不要多人做师傅，结果呢，不晓得后来怎么样。当然第7章、第19章还会出现彼得比，他是暗暗的做主，暗暗的跟随，不敢公于正大，因为他可能有很多的现实的考量，但是他也有为耶稣说话，也有为耶稣买沈香跟没药来膏耶稣。那这个的见证是比较明显的，他马上是水罐子丢着，去分享这个生命的活水，说哇，你们快来看，拿回照片，难得的机会，耶稣也就这么一次，特别在约翰福音记载去撒玛利亚，所以把握住机会，很多人信主，他们就强留耶稣，也没有强，就是要求耶稣可不可以再多留，所以整整2天，耶稣在那里。那很多人因着耶稣的话，他的生命，或说他的神同在的记号，就信主，而且他们也说，本来是因着这个妇人的见证，我们现在怎么样自己接受了好，那地理位置就是这样的。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耶稣就回去。
意思是加哪？加百农还是加哪？加百农。很奇怪，我怎么记得怎么好像两个都在加呢？好，那都有的加。好，那这种在附近的，就是在这附近，都围绕在这个嘉义地府附近的这边都是渔村，都是捕鱼的。好，那这个就是后来找出来的基利新山，确实有一个他们盖的圣殿，在这里，玛利亚基利新山这边，有一个上玛利亚自己圣殿，在主前160几年被毁。好，原则2，就是讲这个。门徒回来看到耶稣很奇怪，很讶异，说他跟妇人讲道，但是至少门徒还蛮有现实的他没有跟耶稣讲什么，但是他是好奇说，耶稣怎么会跟这个妇人讲话？那他就说你吃了吗？耶稣说我的食物是做成天父的工作。然后呢，就讲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庄稼已经发白。有人撒种，有人收割，有人挂油这有人挂油有人亚种，有人收割，有人收成。但是怎么样呢？在天国的法则里面，同得奖赏。所以我们去传福音，虽然他没有马上来信主，没有学志，但是你已经在做撒种工作。他的未来信心，生命。信仰的功夫也有我们一份力，我们有为他服侍过，慢慢的松土了，松土播种、发芽到成长，到结实，到长出果子，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可以参与在别人的生命阶段中，像我们当中可能有主日学老师也有青少年的辅导。这也是顾问在今年就是陪伴他们，在他们有需要有信仰疑问、有生命的这个难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祝福好，这个就是大概讲一讲最后还有5分钟，我想给大家再听一首歌好，最后一个原则啦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耶稣的能力超越时空，超越时空，医治大神的儿子，大神有信心，而且他求一个确据说，到底我的孩子是运气好，刚好活了，还是真的是耶稣的能力？所以他特别问说是什么时候得医治的？是慢慢好还是突然好了？那个仆人就说，就是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候？他说哇。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我跟耶稣讲话，而且那个耶稣几点大概是几分？他说回去吧，你的孩子已经好了。他就抓着这句话回去洗干净对脚。这个见证非常多我们有弟兄姐妹或是别人我们以前认识的会有就是孩子在国外或者时差，就是会半夜被叫起来祷告3点，他可能是美东或美西的早上，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刚好有一个车祸或是什么然后他的家人朋友或是教会弟兄被叫起来祷告，奇怪为什么半夜叫我起来祷告完就睡了？后来知道这个事情，就知道原来上帝特别给你在那个时候为他来守望，为他来代祷所以上帝会有这个特别的时候，那让我们去经历说，我们的祷告确实会增加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不是对空气讲话，我们是真的上帝在回应我们的祷告好，我们最后来听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其实有听过了有听过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因为这本在我还在之前乡下教会的时候，我们有唱过后来我推荐给燕荣还是边老师有唱过跟随光的人我们是跟随光的人其中呢，它里面就有特别把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的故事
挑出来讲。好，我们来听听看哦，大概4分钟，刚好听完我们就休息。那歌词在讲这个撒玛利亚人，在回顾他与主相遇的那个，这个是我同班同学永恩跟莺歌教会的诗班哈。抢水啦，抢水。好，我怎么知道这一天改变了我的生命？好，这是耶稣嘛，陌生人。好，一时之间，他的话我都搞不懂在讲什么。这个宣礼人到底是啥物人？感觉伊敢一般人、普通人，无小声，绝对毋是普通人吼。有听过吗？我还记得是一乐唱的一乐 solo 的，你去管一下。耶稣宣告讲，我就是比赛啊！撒玛利亚的心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你伫2000年前，伫你无形的时间中间，你有原旨爱得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主啊，因是犹太人看起
验证的，总是伫你的安中因缘是遐尔宝贵。所以阮的生命嘛是有可能有亲像即个会当有人嫌，感觉无清气，感觉真疲倦，主要总是你看阮做宝贵，我就祝你互阮能得去完全的包容，完全的赦免，完全的接纳，叫阮的本人面包，叫阮的本相，总是爱阮脱离过去，来活出一个新生命，无去犯罪。就是你的圣心帮助阮，互阮临伫圣心即个活命的水泉，阮的生命无去想过去，对今开始无去相反。咱来求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先。